的上帝是庇护我的磐石，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力量，我的营坚垒。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让我们一起来赞美神，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主，你是良善的，主，你是应许人的。是的，主啊，你要在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祷告中，主，你要来指引我们，在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跌落时，主，你要来接住我们。主，谢谢你，谢谢你无时无刻的来看顾我们。
是我脸上的光荣，我还要赞美他，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是的，阿爸父神，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用笑脸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神，你鉴察我们，即便我们有时候软弱，即便有时候我们忧闷，即便有时候我们不想要让神看见我们，想要躲起来，像亚当夏娃一样，但是神，你用笑脸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借着主耶稣再次与阿爸父来亲近，让我们回到父的家中，回到父亲的怀抱当中，好像那浪子回头，好像他从猪圈当中回到父亲的家中，再次享受在父亲家中的温暖，享受在天父的怀抱当中的接纳，让我们知道神你永远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愿意接纳我们，谢谢你愿意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敬拜、赞美，都献给你，求你悦纳。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你要坐下以前，跟你旁边人说：神是用笑脸帮助你的神，神是用笑脸帮助你的神。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读的民数记的经文，是记载在民数记的22章，要从21节到30节。那我们一起来看着上面的荧幕，跟着荧幕，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的第22章，从21节开始，请。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起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2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拿出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3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我们今天经文到这里，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分享一个信息，就是说话的驴子。有看过驴子的人，弟兄姐妹请举手。有看过啊，很多人有看过。那很多人可能没有看过真的驴子，但是我们可能都会唱过一首歌。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但是这首诗歌呢，可能不会说驴子会说话，我们可能会去笑别人，说这个人很驴，在牧师那个年代，但是呢，驴呢，却是一个非常耐重的动物，它的体力、耐力，还有它不怕冷，所以其实它比马，虽然没有马跑得快，可是它体力非常的好。而今天这段经文呢，是圣经当中有2个动物会说话的一个记载，一个就在创世纪当中的一条什么蛇，蛇跟亚当夏娃来说话。另外，整本圣经当中，另外一个曾经说过话的动物是谁呢？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是从圣经的哪一卷书出来的？民数记。民数记。那这讲到一个先知巴兰，
而今天我们要分享先知巴兰呢，牧师想要带大家来回顾，再来下个礼拜是2月28，228对台湾人来讲很重要，对其他世界人来讲，可能228是个很平常的日子，但是呢，228呢，在台湾发生了228事件，所以我们花1分钟来看什么是228事件呢？228事件就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1945年结束之后，而从国民政府军事来接管台湾，按照这个日本的投降。而就在接管后的不到1年，国民政府呢的施政并没有很妥当，以至于呢经济急速的恶化，社会的混乱。所以呢，在1年多后，就是国民政府来台湾接管1年多后的1947年的2月呢，民怨累积已经到一个极限，所以透过这个2月27号的发生这个沏茶私烟的案件呢，引发了暴动在2月28号，而隔天就是3月1号，没有多久呢，国民政府呢就从中国大陆派兵来台要镇压，用血腥屠杀的方式，而3、4月呢，就开始展开长达数个月的清乡还有扫荡，来滥捕滥杀，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风声鹤唳。而到了1949年，这样的时间呢，一直到中国的内战，就是国共内战，而国民政府节节败退，最后呢，撤退来到台湾，并且呢，台湾也宣布戒严了。那到了1949年的6月的时候呢，这个旧台币要用4万块才能换1元的新台币，然后一直到这个1949年的12月，国民政府彻底的被打败，然后呢，就从重庆撤退，就来到台湾，所以这戒严长达38年了。这是我们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228事件。那今天透过教育呢，我们的年轻一代知道比牧师这一代或是牧师的年长一代呢知道更多，因为在我的小时候并没有得过这样的讯息，不晓得在台湾发生过这样的事件。我们如果真的花一些时间去了解228发生，我们会觉得很难过，就是居然发生了很多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而这个画面呢，也出现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就是巴兰骑着驴子，他要去一个地方，人家重金聘他，要去为这个摩押王来做一些事情。可是当他骑着驴子的时候呢，这个驴子在路上突然不走，而且一直挤，明明这个路中间不走，这个驴子要往旁边挤到巴兰的脚呢，跟驴子呢都贴到那个墙上，把他的脚都磨伤了。所以今天这段故事呢，其实我们可以来做一些的连结，到底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有时候我们站的是这边，但是上帝想的可能跟我们不一样。那牧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也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句话呢，就是说，不怕你跟神关系不好，只怕你跟神关系太好。请大家说一次，不怕你跟神关系不好，只怕你跟神关系太好。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就我们跟神关系不好，所以上帝都没有听我的祷告；跟神的关系不好，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来亲近神。的确，跟神关系不好，我们可能不知道如何祷告，不知道如何来寻求他。但有的时候，比这个更危险、更可怕，是我们自己觉得跟神的关系太好，好到呢把上帝的话晾在一边，上帝所说的呢，我们都没有听进去。上周是开和会，所以我们没有在青年礼拜，但是我们有分享了这个摩西的故事。摩西就是这句话最好的证明，他一直服侍，从80岁，神呼召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他120岁的这一年的将近40年当中呢，他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认真。但就是在他第120岁服侍的第40年当中，他因为没有把上帝的话听仔细，以至于神呢吩咐他告诉他摩西要吩咐磐石出水。
可是摩西呢，因为被这一些的百姓在旷野的第二代搞得非常的愤怒生气，所以摩西就大声的说：你们这些叛徒，我们该叫磐石流出水来给你们喝吗？我们是指摩西亚伦。摩西可能也认为说，上帝也是站在摩西这一边。当摩西很愤怒、很生气讲出这些话的时候呢，其实他忘记，他以为他跟神的关系太好，就这件事情就造成摩西他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他的哥哥在那一年的5月死了，摩西在6个月后，那一年的11月，摩西也死了。以为跟神的关系很好，所以他所说出来就代表神。这样的例子呢，其实很多。在2年前，在澳洲有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叫做 Hillsong， 有没有听过这间教会？这间教会非常的大，有多少人呢？有15万人，平均每个礼拜15万人到这个教会去做礼拜。这个教会呢，创设了1983年，到疫情当中2年前，2023年，刚好40年啊。好，这个创设的牧师呢，是一对夫妻，哇，他们真的是从零开始，他们从敬拜赞美用诗歌，在40年前，他们用很多的诗歌，然后带领年轻人敬拜，然后从几十人、上百人、上千人、上万人，到最后呢，平均每周都15万人，而且他们的 CD 那时候都是 CD， 好，影响了全世界。所以不管你是在美国、在欧洲，哇，听到 Hillsong 的歌，哇，大家都会这个朗朗上口。这就是他们的创办人夫妇这对夫妻。但是呢，2年前，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呢，他第二次的跌倒，所以教会不得不做出一个决议，就是停止这个牧师的工作，然后让另外一个牧师起来带领。为什么是第二次呢？因为他们在几年前，这个牧师曾经就因为暧昧的关系，跟助理当中暧昧的关系，所以有被警告过。但是大家为了保护教会，也为了保护牧师，并没有把这个事情把它公诸于世。但是有口头的警戒牧师，就没有想到几年之后，这个牧师又再犯了，所以这个教会不得不郑重的来停止这个牧师的职务，由另外牧师来带领。这对教会，或是说对许多这个牧师刚好服侍40年了。这40年来，他真的是很多的人很尊崇，也很尊敬，也看见真的是神大大的用他。但是呢，跟摩西居然刚好在同一个时间点服侍了40年，但是好像觉得每一天都在敬拜赞美，跟神的关系非常好，就是怕你自以为跟神的关系太好的时候，却不小心陷入了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的基督教论坛报它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来学习。就是当我们的牧者若跌倒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而且能够做的5件事情好，所以我们一条一条来听听看。好，来第一条，我们请一起来读：1，请记得，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对罪终身免疫。好，包括牧师也是。不论这个牧师他有多么的丰功伟业，他带领多少人信主，他多么会讲道，或多么会带敬拜，或是多么样的会服侍，但是没有一个人对罪免疫，这个魔鬼撒旦不会找上他。第2条，我们一起来读：单单相信耶稣。什么意思呢？不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人，通通建立在人的身上。这个牧师带我来信主，这个牧师带我来教会，这个牧师在我住院的时候、失意的时候、低潮的时候来为我祷告，所以我看到这个牧师就好像看到了耶稣，看到了神一样。但是当这个牧师如果软弱，当这个牧师如果失败，当这个牧师跌倒之后呢，我对神、对耶稣的信仰完全消失了。不是这样子，单单相信耶稣，因为不论是谁，牧师也是人。第3，我们一起来念：关怀事件当事人的家属。当事人有当事人可能需要检讨的地方，但是呢，很容易忽略是当事人的家属。所以这个作者建议我们，这些当事人的家属，其实他可能比我们的心更伤痛、更难过。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牧师夫妇，可能大家都会把焦点放在牧师的身上，
可是可能会忽略，这个师母啊，她可能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第四，我们一起来念：上帝会在破碎中做出美好的新事。好，所以不要忘记，即便有这些让人跌倒、让人绊倒的事情，但是呢，即便这个瓦器、这个器皿、贵重的器皿掉下去、破碎了、裂开了、破损了，但是上帝还是能够在破碎当中做出美好的新事。好，最后检视自己的生命，不要只有用放大镜看到别人眼中的刺，但是却没有看到自己生命当中的梁木。所以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这样子说，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红色的我们再读一次：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好，这样子的事情呢，牧师在这边分享，其实很容易分享，但是因为我没有很多的软弱，或是说没有犯这样的错。但是如果真的，我听过有牧师杀人的，牧师外遇的，牧师还用斧头去砍人的，都有发生过。所以这些事情呢，常常在我的心里面呢，好像一个警惕。哇，这些事情千万不要跟他一样，千万不要跟他一样。但是呢，在想的时候，你要想说，为什么这个牧师或是这个服侍神的人会走到这一步呢？我们要常常警惕。上个礼拜，我要在这边分享，上上礼拜，在讲这个摩西的事件的时候，我有分享说，当我在当神学生的时候，在一个教会实习。这个教会呢，没有牧师。那时候我读神学院的研2还研3，应该是的第3年，在那边实习。那要毕业前的时候去了之后才了解说，哇，这个牧师他原是一个蛮出名的牧师，他还出书。他出的书呢叫做什么呢？情绪管理。情绪管理，而且那时候情绪管理书不多，所以他只要一出来了，卖的真的是非常的好，病鬼可以这样子。可是后来我去那个教会，在那边实习1年，只听到了一些传闻说，这个牧师为什么离开呢？他就是在开会的时候跟长老怎么样？吵架，吵完架吵架当中还怎么样？没有杀人，翻桌子，哇，真的开会很生气，把桌子都翻了。我想说，哇，我还看过他写的书，他的书叫做情绪管理，可是没有想到他居然没有办法管理自己的情绪，以至于他也离开了那个教会。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各样的软弱，但是这5件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对罪免疫。而我们要把信心建立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要去关怀那真正痛苦的人，还有要相信神能够在破碎当中做出美好的新事，也要检视自己的生命，常常提醒自己，我有没有走偏了、走歪了？我有没有心变直了呢？变直了，有没有回到起初对神的爱呢？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民数记的巴兰的故事，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如果你要真的把巴兰的故事读完呢，可能要花1-2个小时，你才能够去消化、去理解这个巴兰所做的事情。但是牧师希望能够用简单的方式帮助大家，到底巴兰到底干了什么样的好事呢？这个好事就是当摩西他准备要带领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前，应该算前几个月，甚至几个礼拜前，他们呢已经要出发，要到上帝指定的地方，要过约旦河。可是他们必须要经过下面的这个以东和摩押的路，所以摩西去借道。借道的时候呢，这个以东很阿爸说，摩西很客气说，请你让我们过，我们不会干扰你们，也不会去破坏你们，甚至我们连你们这边的水一滴水都不会喝。可是呢，这个以东呢，以东是他们的远亲因为他们的以前都是同一个祖先，说听到他们要过，不给你们过，而且还怎么样，派人出来打他们，就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被迫要还击，结果呢，以色列人就打赢了以东。这时候换旁边谁？绿色的那个国家，
摩押就担心了，这一群人那么多人，他连这个以东这么强都打败了，所以摩押呢，他说我们打不过他，他想到一个计谋，说我听说呢，在遥远的地方，就是在必夺，刚才在摩押在下面。在上面必夺呢，那边有很多的先知，很多的神人。有一个先知叫巴兰，很有名，是神的仆人。而且呢，他只要去为谁祝福，那个人就得祝福；他只要去咒诅谁，那个人就被咒诅。哇！所以呢，这个摩押王叫做巴勒，跟我们在吃的那个拔辣巴勒是同音哦。所以你就可以简单记得那个摩押王叫做巴勒。好，那这个摩押王呢，巴勒呢，他就去。要重金礼聘就跑去了必夺，请巴兰说，请你来我们这边，然后呢，为我们咒诅这一群的以色列人，那你只要咒诅他们，他们就不会经过了，我们就不会像隔壁以东一样，被打得落花流水。结果呢，这个摩押王巴勒派去的使者来到巴兰那边，巴兰就接待他们。可是那一天晚上呢，神就到巴兰，临到巴兰，对他说。跟你在一起的这些人是谁？巴兰说是摩押王巴勒，派他们来告诉我，从埃及有一批的人出来，一族人布满各地，而巴勒王呢，要我为他来咒诅他们这群以色列人，好使摩押王能够打败他们，把他们赶走。上帝就对巴兰说：好，红色我们一起来读，不要跟这些人去，也不可诅咒以色列人，因为我赐福给他们。所以上帝说不行，因为这一些是我的子民。所以这个巴兰的确是有2把刷子。他那么远的地方，必夺，离以色列旷野那么远，他在这边，上帝呢会对他说话，与他同在。但是呢，第二天早上，这个巴兰呢也很诚实，就对这些巴勒的使者说：回去。上帝说我不能跟你们去，上帝不让我去。结果呢，这些摩押的使者就回去见他们老板巴勒，说：老板啊，这个巴兰的上帝不让他来为我们做事，所以呢，这个摩押王不放弃，他说一定是我们的出的价码不够，来，我们再派更多的人，再提高我们的筹码去。哇！所以这次他们又去见巴兰，然后呢，要把巴勒的意思告诉了他，说你不要有任何的顾忌不来。我一定会厚厚的酬谢你，不论你说什么都照办，就来为我们咒诅这些的以色列人吧。可是呢，巴兰怎么说呢？红色，请大家来读。即使巴勒把他王宫里所有的金银都给我，我也不能在任何大小事上违背上主我上帝的命令。哇！你会觉得这个巴兰真的是太棒了。他真的是对上帝非常的忠心啊！因为呢，他是听上帝的话，真的是一个先知啊。可是呢，巴兰先知嘴巴这样讲，19节，他有个小动作，他说不行，上帝没有叫我们去，可是请你们留下来在这边过夜。上一次说不行，你们回去，这次表示巴兰怎么样？有一点心动了，哇！这么多的礼物，你们现在就要走了吗？先留下来，我回去再祷告看看，看上帝晚上会不会对我说什么，搞不好明天就 OK 了。说，请你们在这里过夜，像以前那一批人，我好知道上帝是不是有别的话要告诉我。结果呢，那一天晚上呢，上帝就对巴兰说：如果这些人是来求你跟他们去，你就准备跟他们去。但是要照着我的话做，所以巴兰到底可不可以去？如果是你，会不会去？会。为什么？去要做什么？去要摩押的意思是要去做什么？去咒诅这些以色列百姓。好，所以其实第一次的时候，上帝就说：我的百姓是受蒙福的，好，不能咒诅他们，上帝要祝福他们。可是呢，巴兰先知很想去，好，但是他去他就必须要怎样干活？干什么活呢？就是要去咒诅这群上帝的子民。可是上帝说：你去，好，果然第二天巴兰起来，哇，就骑着我有一只小毛驴，就从小骑到大的驴子，
从那么远的地方必夺，一路扣，好就要骑到好这个摩押的平原，好要通过这个迦南地，好来做主。所以呢，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哇，这个巴兰骑在驴子上，就到了一个很窄的地方，好，这个驴子突然发狂一样的往旁边一直靠，好，明明路就在中间不走，他就一直挤到这个先知的巴兰的脚啊，都快要被这个驴子挤到受伤，很生气，好，所以就打这只驴子，好，说你这个畜生你在搞什么？好，总共打了几次？打3次，打到驴子都怎样？都说话了，你为什么打我？你为什么打我？结果这巴兰还说：“哦，你怎么会说话？”没有，巴兰还跟他硬嘴：“你为什么好一直挤我？”好，两个就吵起来。好，然后这个驴子也很聪明，说：“啊，我不是你从小骑到大的吗？我从小到大有对你这样吗？”巴兰想想说：“哎，对，没有。”可是当巴兰会意过来之后，巴兰的眼睛开了，他突然看到什么？前面有一个上帝的使者，手里拿着一把大刀。这把刀呢，好，就是谁走过去，他这把刀就砍下来。所以原来是驴子看见了一个神的使者挡在路中间，可是巴兰没有看见。他可以听见神的话，他可以跟神对话，可是他看不见神的使者，因为他的眼睛都看到什么？金银财宝。哇，他想到说，我只要去，好，就是去1个小时就好了，或是去30分钟就好了。好，我回来我就有金银财宝，好，就可以富贵满堂，金玉满堂。可是呢，他完全不知道，他差一点命就没有。结果呢，这个上帝的使者，哇，跟巴兰训了一顿之后呢，还是放他过去。好，那这个上帝的使者也对巴兰说什么呢？说你和这些人去吧，但是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其实这句话什么话呢？就是前面我们刚刚读过，神说不可咒诅这些百姓，因为他们是蒙福的。但是巴勒呢，还是要去。他去，他也是想要祝福他们，还是想要咒诅他们？对，他去是想要咒诅他们。结果后来巴兰去了，好，到第一个地方，那个摩押王都已经选好地点，说来，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到他们。哦，这么多人。现在巴兰先知开始咒诅他们吧。好。然后呢，这个巴兰好一开口，嘴巴一打开，说什么呢？巴兰他就说：“神没有诅咒的，我焉能诅咒？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岂能怒骂？我从磐石的巅峰看到他，我从山丘望见他。看啊，这是独居的民，不算在列国中。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尘沙？我愿如正直人之死而死，我愿如正直人之终而终。”哦，好，意思就是反过来祝福这一些的人。哦，这个摩押王叫什么名字？巴勒。他说：“你在干嘛？你怎么去祝福他们？”好，这巴勒说：“啊，上帝他的话就在我嘴巴里面，我一开口，我看到他们，我一开口，上帝的祝福就来到。”所以巴兰说 ：“No。好，现在我们再换个地方。”所以又换了一个地方，哇！在献祭啊，在筑坛啊，然后在献上公牛、公羊，说来，现在我们这些的镐类、好牲畜都准备好了，你从这边开始来咒诅他们吧，咒诅他们。结果巴兰呢，哇！他这次开口，就开口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开口，他直接怎样？唱歌啊，好唱歌。但是我们读圣经好，不晓得怎么唱，他就唱说：“看啊，我奉神的命来祝福，神赐福我不能扭转。”他没有看见雅各中就是这群人有灾难，也没有看见以色列中有祸患。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说这一群百姓要像母狮，要挺身像公狮。哇，他们呢要吃喝被杀者的血。哇，结果又是为他们唱了一首祝福的歌。这个巴勒呢，摩押王听了之后，又很生气，你怎么搞这样子呢？好，巴兰说：“我就是耶和华说的，我必须要遵行啊，我就已经说了啊。”好，那这个巴勒呢，又对巴兰说：“来，再换一个地方，又换个地方，换到另外地方呢，咒诅他们一样，又再把同样的再做一次。”结果这一次呢，好唱的诗歌更长，好一样又是祝福这一群人。到最后呢，这个巴兰好说：“啊，算了，你回去了，好，你跟我这些金钱无缘无分啊。好，你今天还是回去吧。我本来要让你大得尊荣，大富大贵，但是上帝没有要给你，你回去吧。”
然后呢，巴勒怎么样说呢？对不起，巴兰，好，巴兰呢，好，巴兰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好，就是说，巴勒如果把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能违背耶和华的指示，随自己的心意做好做歹啊。耶和华要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他又在跟他回话之后，他的嘴巴又开始唱了第3首歌。所以总共祝福以色列人4次。摩押只要他做主3次，就3次不成功。好，巴兰还自己赠送1次，总共祝福他们4次哦。所以这个事情之后呢，好巴勒王好很失望的回去，而巴兰也很失望的回去。这故事好像到这边才结束。可是呢，故事其实从这边才另外一个隐藏版的故事才开始。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对巴兰有3次的记载。这3次的记载呢，好把巴兰的底细都挖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看到新约圣经，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巴兰他就很听上帝的话啊。好，上帝要他去，好，上帝不要他去，他就拒绝了。好，第2次人家来，好，他也把人家请回去。好，而且上帝说你可以去，他才去。结果呢，还有一只驴子，好，把他停下来。好，而且他去到那边，最后他是祝福所有的以色列人。我们都会觉得这个先知，good job， 好，做得很棒。可是呢，新约圣经让我们看到巴兰他真实的面目。第一段圣经记载在彼得后书第2章15节到16节。我邀请大家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请。他们离弃了正路，走入歧途，随从比尔的儿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的工钱的人，他却为了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而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的声音阻止了先知的狂妄。新约圣经彼得就是耶稣的学生，好，他都谨记这样的教训，他很清楚巴兰，好，他所走的这条路叫做巴兰的路，好，请大家说一次什么路？巴兰的路。什么是巴兰的路呢？就是黄色的，好，我们一起念黄色的，贪爱不义的工钱。再念一次，贪爱不义的工钱。华人有一句话说，君子爱财，然后呢，取之有道。好，你要正正当当按照规矩，好，去得到你的财富，好，这是君子。但是呢，巴兰，好，他却贪爱不义的工钱。这个不义呢，其实他也很辛苦啊，骑着驴子，好，走了几千上千公里的路，好，这么大千里迢迢。可是所谓的不义呢，是不符合上帝的心意。他贪爱那些不符合上帝的心意的钱，所以即便他已经拒绝过了，可是呢，还是把对方留下来，说：上帝会不会给我其他可能？所以他心里面痒痒的，一路痒，痒到了他后来来到了摩押平原。好，在摩押王的境内呢，好，换不同的地方来观察这些人。可是他所要得到呢，却是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以至于呢，连驴子都不能说话的驴子，用人的声音来阻止先知的狂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巴兰。第一个就是叫做巴兰的路，巴兰的路就是贪爱不义之财。而这不义之财不是只有做诈骗集团，不是只有偷拐抢骗，这不义之财所代表的就是不符合上帝的心意。你可能赚得了全世界，你可能大富大贵，你可能发大财，可是呢，你可能远离了上帝。巴兰在他赚这次大钱的机会，他可能跟上帝关系很好，以至于上帝对他说话，在梦中对他显现，甚至连那个上帝的使者要拿刀砍他的时候，连驴子都可以开口说话，救了巴兰的命，不然巴兰的头就掉在路上了。可是呢，因为贪爱不义之财，后来跟上帝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这是在圣经哪一卷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第2章的记载。另外犹大书也记载了巴兰，叫做巴兰的错谬。好，我们说一次，巴兰的错谬。什么是巴兰的错谬呢？我们来读犹大书的第10节、11节。犹大书只有1章哦，我们来读10和11节，请。
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与那些没有理性的牲畜一样，只做本性所知道的事，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走该隐的道路，又为财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巴兰的错谬是什么呢？就是活在毁谤，想要去咒诅别人，还有没有理性。明明上帝已经告诉他是非对错，但是他一心一意为了金钱，好泯灭良心，昧着良心，我要去看看，再换一个地方，再看看，再换一个地方，再换看看，好，一连3次，他真的就开口，他的脑袋是要开口来咒诅他们的，可是他嘴巴讲出来的声音，变成是祝福他们的。这是上帝所做的，就好像那个驴子被打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驴子叫？驴子叫的声音很尖，那个很尖锐的声音，比那个马叫起来还要尖锐。可是连驴子叫起来很难听的声音，变成对巴兰来讲是救他一命。你为什么打我？我不是你从小骑到大的驴子吗？巴兰的错谬不是只有在这边。我们看这个故事，好像觉得，巴兰他打驴子。巴兰他后来去到那地方去咒诅他们，好像没有成功。可是巴兰的错谬呢，是他一直想尽办法。上帝已经说不行了，那我再换一个方式试试看。上帝说不可以了，都已经叫使者拿刀挡在路中间。事项的话，他应该怎样？上帝，谢谢你救我一命，我应该怎么样？赶快回家去。我应该赶快回到我的老家，我再去的话，真的命就没有了。可是呢，巴兰还是想要试，再试，再试，以至于呢，最后巴兰，他呢，真的就死在迦南地。这个要再往后读下去，民数记，你就会读到巴兰，最后呢就死在迦南地，他也没有回到他自己的这个老家毕拿去。第3个记载呢，彼得后书、犹大书。还有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叫做什么？启示录，讲到巴兰的教训。第2章第14节，启示录，我们一起来读。不过有些事我要责备你，你们当中有人随从巴兰的教训，这巴兰引诱巴勒，教说以色列人犯罪，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又犯淫乱的行为。这一段话呢，好，让我们看到巴兰的真面目。刚才那个故事听完的，巴兰好像什么双手空空回去，结果他没有回去，他可能在圣经没有知道的记载当中，他又去见了摩押王巴勒，然后呢，对巴勒呢给他一些建议，什么建议呢？就是去引诱巴勒摩押王。派一些漂亮的女生去到以色列人的当中，然后呢跟他们行淫，然后呢把他们引诱他们去拜摩押的神明，让他们吃拜过偶像的食物，又犯淫乱的罪。这一段记载呢，在民数记的25章。这个故事巴兰回去之后，巴勒回去之后，他想要回去，可是呢后面的故事说有一些人住在什亭，然后呢，百姓就跟摩押女子行起淫乱。这些女子呢，就叫百姓来一同跟他们的神明来献祭，百姓就吃摩押女子献祭的生祭物，跪拜摩押的神明。所以以色列人就拜了巴力毕尔，就拜了迦南的神明。耶和华的怒气呢，就向以色列人来发作，里面就发生了瘟疫。就好2万多人就得到瘟疫。后来是一个大祭司，是一个祭司起来，把这个抓到元凶，当场处决之后，这个瘟疫才停止。但是呢，到了民数记的31章，这个故事又过了好几章之后，说不仅是摩押，连摩押再下去的米甸妇女呢，这些米甸的妇女因为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巴力毕尔的这件事上呢得罪耶和华，所以使耶和华的会众就遭遇瘟疫。
原来巴兰嘴巴上面说了哦，上帝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他背后怎么样？冲康，背后跑去给摩押王献祭。所以他为什么要给他献祭？因为他没有拿到那些钱，他不甘心。这些金银财宝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去，所以他就跑回去跟巴勒说：“来，巴勒，好，我们可以怎么做怎么做。”他们呢，就会被上帝所咒诅。结果呢，真的上帝就咒诅他的百姓2万多人，24000多人，就倒闭在旷野当中。没有办法进迦南地，那时候摩西还活着，就再过几个礼拜，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就要过约旦河，他们就要过约旦河，然后就要去包围耶利哥城，他们就可以进去那个迦南地，是他们的祖先上一代父母亲没有进去的地方。结果呢，因为巴兰的诡计，所以新约圣经让我们看到巴兰的路就是一个不愿听神的旨意，追逐金钱。还有看到巴兰的错谬，就是以为可以去试探神，可以去左右神，去改变神，要跟神操弄。还有就是巴兰的教训，去诱惑诱使以色列人犯罪，使从内部来破坏神的子民，神的家。巴兰这个 BALLM 巴兰，跟这个 bram 责备这个字呢，看起来很近。这是一个巴兰的一个咒诅的游戏，就是呢他在后面操弄操作。所以本来在民数记都称巴兰是先知，可是呢巴兰的名字过几个月后，或是1-2年后，到了约书亚记，因为他们过约旦，摩西死后就是约书亚记开始。而这个约书亚记呢，巴兰的名字也出现，可是他的名字，他的抬头变成什么？变成术士，行邪术的人。本来在民数记他还是个被尊重的先知，可是当他的计谋被揭穿，他的真面目被揭穿之后，他留在这个世上的名称变成是一个术士。到了新约，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巴兰通通都是一个负面的例子。本来是一个神的仆人，本来是一个神所重用的器皿，本来是一个神使用他祝福人，谁就得祝福；咒诅谁，谁就被咒诅。可是呢，当巴兰为了金钱，不要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不要他。所以刚才有说，巴兰最后他就死在迦南地。因为当约书亚派人起来去攻打的时候，巴兰就在那一波当中一起就被杀了。那个摩押的5个王被杀的时候呢，巴兰也一起被杀了，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回到他的老家去。这个是非常长的一段故事。今天牧师信息的结论要告诉大家，不怕仇敌陷害你，只怕你陷害神的百姓。请跟我说一次，不怕仇敌陷害你，只怕你陷害神的百姓。很多时候被人害，被人告，或是被人冤枉，被人责备，我们会很害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害怕。真正要害怕的是，你跑到上帝的对面去，变成上帝的敌人，分不清楚上帝的子民跟上帝的仇敌。就好像摩西吩咐磐石出水，结果他跑到百姓的面前说：“你们这些叛徒，上帝要使用他们。”可是摩西的口中把这一群人说：“你们这一群的叛徒，我们为什么要吩咐磐石出水给你们喝呢？”就很用力的用亚伦的杖击打那个磐石，打了第一次水没有出来，自己再用力的敲了第2下。当我们可能遭遇到仇敌的陷害，你要记得，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好，请一起说3次。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第2次，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最后一次，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怎么很不顺，你觉得怎么会一天到晚遇到一些问题，要么就是一些小问题，车子怎么样，上学怎么样，交通怎么样，成绩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好像很多的这些滴滴答答的小事在影响你。但是神
能够使咒诅变为祝福。尼希米记又把巴兰的故事说了一次，说有人宣读摩西的法律给民众听，他们读到了说不准亚门人、摩押人进入上帝的会众，他们本来是罗德的后代。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在逃出埃及的路上，亚门人、摩押人没有给以色列人食物还水，还雇了巴兰来诅咒他们。可是我们的上帝怎么样？使红色的一起说，使诅咒变为祝福。再说一次，使诅咒变为祝福。以色列人听到这段法律，就跟他们社团中所有的外族人就隔离，保持距离。这一群人要跟他们保持界限，保持距离，因为他们以前怎么样的害我们。尼希米是被掳归回之后，已经将近700-800年之后的事情。他们记得巴兰的教训，但是呢，即便别人请了到这个道士啊、柳公啊、术士啊，要来咒诅你啊。然后以前还有扎这个小人啊，做这个稻草人啊，然后用针扎他。以前那个牧师小时候都有听过一些什么要抢谁的男朋友啊，抢谁的老公啊，然后就要请什么来贴符咒啊，有的没的。但是呢，这些呢现在都没有，这些可见这些都没有效，所以现在没有人相信这一套。但是还是会有人想办法，可能半夜不睡觉，在那边咒诅你；可能也有人白天不上班、不上学，在那边想办法要去臭骂你。但是我们的神是使诅咒变为祝福的神，阿们。所以要相信神，你要跟神站在一起，不要变成摩西在服侍的第40年的最后几个月，跑到上帝的前面去，比上帝还生气。结果他自己进不去迦南地。第二个，神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请大家说一次：神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刚才约书亚记就是记载再次回顾巴兰的事件。后来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攻打你们，这是约书亚告诉这些神的百姓，派人去招比尔的儿子巴兰来，要巴兰来诅咒你们。但这是神的第一人称说，神不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反倒祝福了你们。这样，我就是神救你们脱离了巴勒的手。这个巴勒真的很怕变成以东一样被以色列人打败。可是人家明明是跟你介入，你却是先下手为强，想要先去害人家。就好像我们看到3年前的乌克兰战争、乌俄战争。俄罗斯先发兵出动去攻打俄罗斯，说72小时里面就要采取军事行动，必要的军事行动，要来管教乌克兰。结果72小时，3天打不完，打了快要3年，这个礼拜就要满3年，打了3年的乌俄战争。本来上礼拜川普他还说他当选1天。几个小时他就要结束乌俄战争，川普当选也已经满1个月了，结束不了。上礼拜川普还说他要在这个2月月底要结束乌俄战争。现在呢，听起来好像还是没有办法。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要选择是，我们要依靠上帝，上帝会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神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对自己说一次：神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当你觉得有人找你麻烦，当你觉得有人在背后冲康你，当你觉得有人好像就是盯着你，就是故意在跟你作对的时候，你要紧紧的抓住神，你要选择站在神的这一边，而不是自己跑去站在神的对立面。最后，巴兰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是爱我们的上帝。这个故事很特别，是在摩西临终前，生命记的23章。生命记这一卷书是摩西在世上的最后一天，可能是他在世上最后一天。一天里面把生命记所有的话统统都写下来，一天哇！所以你读生命记最好是一口气把它读完。因为这是摩西在他人生记事上的最后一天，这些话说完之后，他就死了，就死在尼坡山上。而摩西要死的那一天，
他也提到了巴兰这个事件。摩西怎么说呢？跟前面约书亚记讲的一样，亚门人、摩押人不能够到上主的聚会，他们的子孙到第10代、11代以后可以，也不能加入上主的聚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给你们旅程上所需要的粮食和水，并且从美索不达米亚的比夺城，就是毕夺，雇了别人儿子巴兰来诅咒你们。红色我们一起来念。但是上主你们的上帝不听巴兰的话，反而把诅咒转为祝福，因为他爱你们。好，就到这边就好。摩西讲出了大重点。上帝把这个巴兰的故事真的演了4章啊，好，从21、22、23、24，好，演了好几22章开始。可是呢，演了4章，重点是因为上帝爱你们，所以上帝爱这群百姓，一开始就告诉巴兰，不能诅咒他的百姓，因为他们是蒙福，他们是注定要受祝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成为基督徒，你是注定一辈子要蒙福的。跟你旁边说，当你成为基督徒，你注定一辈子要蒙福。当你成为基督徒，你注定一辈子要蒙福。没有人能够诅咒你，诅咒你的反而自己要被诅咒，祝福你的他们就会受祝福。这是上帝所说的。所以摩西在他离开世上的最后一天，说了《申命记》这一卷书里面的一句话：因为神爱你们，所以他把你看得非常重要，所以他不惜让巴兰这么贪爱金钱，让巴兰千里迢迢，而且巴兰下了一个非常狠的一个诡计，就是用这个摩押的女子、米甸的女子来诱骗上帝的百姓，死了2万多人，可是上帝还是把他们救回来。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今天这个故事，希望你可以消化，可以把它吸收。你可能会有你身边的一些好朋友，你可能会有一些你身边当中觉得不起眼的人，可是他们有可能在千钧一刻，他们有可能成为那个忠实的驴子，可能会对你说出一个忠诚的话，或是可能会在你最重要的时候，人生当中拉你一把，回来聚会吧，好好来打开圣经，来读神的话吧，我们应该要来小组吧，我们应该要去敬拜神，要服侍吧，而不是继续往那个灭亡的路一直前进，而不是往那个贪爱世界、贪爱钱财的路一直前进。如果驴子没有停下来，巴兰的故事就结束。其实对牧师来讲比较轻松，巴兰应该死在路上就好了。可是驴子救了他，所以牧师要花很大的功夫，一直把他再看下去，到底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新约圣经提到他？民数记以外又3次又提到他，因为巴兰真的做了一个很恐怖的事情，他去咒诅、去陷害神的百姓，去敌对上帝，也让我们看到巴兰自己的下场其实比这些人还惨。所以不要怕仇敌陷害你，但是你要很小心，你会不会去陷害神的仇敌？你会不会去跟神的儿女吵架？你会不会去跟基督徒跟他埋怨结怨？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当你去陷害神的百姓、神的儿女的时候，你要想到摩押王巴勒，你要想到这个毕尔的这个先知巴兰，他们的下场其实下场是更惨的。所以这3件事情，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神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爱你。我们再说一次，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神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爱你。永远不要忘记巴兰的教训，永远不要走上巴兰的路，永远不要去犯巴兰的错谬。就好像牧师也要提醒自己，不要像那个 Hillsong 教会的牧师，干了40年，结果在40年的时候被人家请下台，哇，真的是太可惜。而我现在才做25年，我现在是几年？23年，我才毕业23年，我还有10几年可以服侍。
但是我希望这10几年我可以继续服侍的日子当中，都能够谨慎，都能够有一只驴子能够在旁边提醒我，哎呀，要回头啊，哎呀，要小心啊，哎呀，前面是危险啊，不要再往前啊。希望牧师也可以成为你的驴子，好吗？好，用那个很难听的声音，哎呀，孩子啊，好，各位年轻人啊，好，你要聚会啊，你要祷告啊，你要读经啊，可能你也会很生气，好，你也会跟牧师很生气，可能牧师也会对你很生气，可能我们会吵架，但是我们都是神的百姓，都是神的器皿，没有人能够去陷害神的百姓。而当我们都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一起往前。最后，我要提醒大家，这个礼拜是228，不要忘记228曾经是台湾真的是最黑暗的一天。那天当中，从那一天开始，1947年民国36年的2月27号的下午，到隔天的228的暴动，一直到后来228就是2年后的戒严。台湾真的陷入到非常漫长的痛苦的岁月当中，真的成为一个悲情的城市，悲情的国家。可是呢，如今我们快要走出来了，因为今年是228 78周年，78周年非常的长，我们还有2年就228几年，就80年，80年我们要怎么样回来看待228这件事情？我们要看待这件事情说，我们要一起来努力，让台湾不会再有228事件，不会再有下一代有这些不公不义，或是有这些滥权，或是有这些大屠杀，或是有这些的不公平，社会上的对立冲突，那时候本省外省的冲突非常的强烈，所以228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也是我小时候看那个《悲情城市》电影的唯一的印象。为什么他们在八堵火车站就开始拿着棍子就去追那个火车上面的人？一群被打的外省人，因为他们把心中1年多来说的怒火，通通都爆发出来，好，就死伤非常多人。接下来这个礼拜3，我们的祷告会，我们邀请我们在台湾，现在已经算是228的权威啊，好，那也是一个黄慧君老师，他写的关于228的事件，出了好几本的书，每本都这么厚，那他也送我好几本，但是我都留在美国，还没有带回来。但是呢，我们可以找机会找时间来听他分享，他也是用他的人生很多的时间精神，从这当中去把真相找出来。这个真相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没有公义就没有和平，没有真相就没有饶恕。很多人说就饶恕吧，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20年、30年、40年，就原谅他吧。可是呢，发现你没有把真相揭发出来，你没有还给一个当事人应该有的弥补还有公道的时候，那个心里面的痛是没有放下来。好，一直到陈水扁当总统，第一次用这个总统的身份向228的家属道歉之后，我们才开始走这个修补的路，从2000年到现在走了20几年。我相信我们现在过228，就越来越有和平的感觉，也越来越有这个盼望的感觉。但是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努力。我们在小组当中，我们可以来分享几件事情，或是你在这个礼拜当中，如果你有想到这段经文，想到巴兰故事，牧师也邀请你想想看，你有没有被人家欺负的经验？而这个被欺负的经验，你可能难过流眼泪，心里造成阴影。但是你有没有走出来？如果你走出来了，你是怎么走出来得到平安的？如果你还没有走出来，你要怎么办呢？求神帮助你。还有神的儿女为什么会受到无故的迫害？这群以色列人只不过要借过，只是一个借过，就被人家花很大的力气来咒诅，最后他们真的是被惹上了大麻烦。但是神对神儿女的旨意是什么？还有神借着驴子来开口说话，神怎么样借着我们身边的人？有一些人可能是我们瞧不起，像驴子一样，根本就不会跟他讲话，但是神都能够透过他们对我们说话。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巴兰的故事，让我们学习到，我们不要走巴兰的路，我们不要听巴兰的教训，也不要犯巴兰的错谬。
我们经常为了金钱，为了世界上的名声，为了世界上的荣华富贵，我们可能会走偏，甚至我们会向魔鬼下拜，甚至我们会否认耶稣。但是最后让我们看见，这样的得着人赚得全世界，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能拿什么来换生命？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每个生命都是主耶稣用重价所赎回。让我们好好的爱惜我们的生命，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保持与神的连结，能够保持与神正确的关系，能够来荣耀你。不论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有多长，让我们能够服侍你，尊荣你，直到我们在世上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刻，都不要离弃你。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我们请大家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诗歌来回应，来敬拜我们的神。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如切慕溪水。如果你心里面有曾经被咒骂、被责备，以至于造成你生命的阴影、黑暗，我要邀请你来邀请耶稣进入到你的心中，让耶稣来帮助你，让耶稣来与你同在。如果你曾经有遭受欺负或是被霸凌，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曾经遭遇了创伤，或是遭遇了死亡的威胁，我要邀请你来为自己来祷告，邀请主耶稣来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他爱你，他能够使那诅咒变成祝福，他能够救你脱离仇敌的手。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你自己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每个孩子的心来祷告，无论是什么样子的遭遇意外，或是什么样的责备，或是什么样子的打击，或是什么样的创伤，主耶稣，我们要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心，邀请你与我们同在，邀请你来祝福我们孩子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惧怕，不散挡。主啊，让这一切的诅咒你要成为祝福。主啊，你要用你的手来搭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主啊，让我们明白神是爱，神是拯救我们的上帝，你是用赦免帮助我们的神，你是带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的神。主啊，谢谢你，我们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神啊，神啊，我的心切慕，如如切慕溪水，如如切慕溪水。我的心可向永生神，我
的心啊，为何在我里面忧闷？我的灵啊，为何在我里面发沉？应当转眼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我的神。白昼耶和华的向我是他慈爱，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赐我脸上的光荣，我还要赞美他，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我的心啊，为何在我里？让耶稣来带走你心中一切的忧虑，让耶稣让你的心再一次苏醒，让你的灵再一次活过来。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我的神。乐意祝福你，祝福你。就耶和华必向我是他慈爱，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赐我脸上的光荣，我还要赞美他，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是他慈爱，黑夜我要歌颂，黑夜我要歌颂赐我生命的神，赐我脸上的光荣，我还要赞美他，他是笑脸帮助我的神。是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拣选我们，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用笑脸帮助我们。即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遭遇不公不义，即便在我们生活当中受到责备、责打、责骂，受到排挤、受到威胁、受到霸凌、受到攻击，但是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你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不孤单，我们不用独自的沮丧，我们不用默默的流泪，因为神，你都鉴察，神，你必定要按照你的公义、信实来帮助你的儿女。我要奉主耶稣的名宣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要成为新的。神，今天晚上要挪走你心里面的惧怕，神听见你的祷告，神知道你的担忧害怕，但你是神的百姓，是蒙福的儿女，是属神的子民，没有人能够诅咒你，诅咒你的必被诅咒，祝福你的必被祝福，因为你是坚定倚靠神的儿女。愿神帮助你，从今天开始活出盼望，活出喜乐，让你能够勇敢面对仇敌，让你能够走在神所喜悦的正路上面。神必定要为你开路，不论是在旷野里面开道路，在沙漠当中要为你开江河。神要用白天的云柱、夜间的火柱带领你人生的道路，直到神的天家，直到进入那流奶与蜜，神所赏赐你的应许迦南美地。求上帝帮助你，也求圣灵充满你，让你带着平安喜乐回到你的家中，回到你生活工作的地方，能够有神天天与你同行。谢谢爱我们的天父，谢谢爱我们的上帝，愿神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是一种行动为主生活所用。
就能来到这边听你的话语，敬拜你。感谢你赐下许多恩典与慈爱，让我在生命中可以经历你的带领以及信实。愿主你能够使我们的心常常感恩，能够荣耀你的生命。我们将生命献上给你，来荣耀你的名。愿主你能够使咒诅转变为祝福，带领我们脱离凶恶。现在我们献上我们的金钱、时间、才能，为主你圣工所用，求主你悦纳。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主，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力量，也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让我们再次用这首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掌声拍手来感谢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更大声的拍手来赞美神，哈利路亚！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是率领我们得胜的神，你是使我们从那咒诅变为祝福的神，你带领我们出黑暗，进入神奇妙的光明。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神的众儿女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请坐。好，大家请坐。好，大家好，我是陈汉，大家平安。平安。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消息报告。好，那我们今天呢都是熟悉的面孔。那一样，但有几位比较久没来的，然后好久不见的朋友，像林轩，我们拍手欢迎他，欢迎你来。然后也是那个上周有来的英豪，对，然后再次欢迎你，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消息报告的时间。好，帮我按下一页。好，那本会报告，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哦，就是下礼拜3月2号要举行第2次的圣礼典。那请有报名受洗的弟兄姐妹要注意，有一个2月28号星期五4点的时候会在501召开小会。那有报名的呢，就是要在5点的时候至501教室问道理。对，就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然后也再次就是恭喜我们有在这次受洗的家人们。那也请大家可以多邀请你的弟兄姐妹或是还没有信主的大家，就是今年60周年呢，还有5月、7月、11月9月、11月，对，还有非常多次的机会，好，就是多鼓励大家能够邀请你的朋友或是非基督徒的朋友，然后一起来到当中。好，那敬拜部门呢，就是在下礼拜3的周3祷告会，然后刚才牧师有提到，就是有邀请到黄慧君姐妹，那她就是会来带来的分享是台湾之爱
228世代的民主追寻，然后邀请大家在周三一同出席，或是可以看那个线上的祷告会也可以。那释放部门呢，健康关怀组会在明天10点半到11点半，在本堂1楼有社区医疗的服务，可以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那一样是释放部门，然后松年大学，然后就是在3月3号礼拜一，就是这学期的第一学期开学，然后欢迎年满50岁以上的兄姐，或是可以邀请你的家人们有这样的机会，然后来报名注册。那生命教育协会呢，就是鼓励大家，就是这协会当中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然后也透过福音去祝福他们，然后就是非常欢迎大家，就是用行动或是用奉献，然后一起来支持这样的事工。那现在呢，就是有这样入会费缴500元，或是已经是协会的会员的话，就是每年缴200元，然后我们一起来支持生命教育协会的事工。那如果有要洽询的或是不了解的，可以问张木轩总干事。好，对，那这里也是释放部门的有一个非常热血的活动要开始喽，就是呢嘉南杯的桌球热身赛。好，注意哦，是热身赛，我们在4月19号8点半到下午1点会举办热身赛。那参赛资格或是报名方式，去看本堂1楼的公布栏。好，那刚才是说热身赛嘛，那也非常重要的是，如果你在这个热身赛里面获胜的选手，你可以在组队报名8月30号的嘉南60周年的桌球锦标赛。对，所以呢，现在开始揪小组啊，可以去那个隔壁的那个我们在那个吧台那边有那个桌球桌，就是欢迎来那个常常来打，来练习一下。好，那这个呢？这个是外展部门的一个福音茶会的活动。好，大家可以念一下那个最上面那4个字。对，没错，要用台语来念哦。顺利嘎哇，嘎哇，对，没错，就是邀请你，然后跟我们，然后来一起在这个春天来认识神。那我们有个非常酷的 slogan， 叫做60分饱足，然后100分的恩典。就是我们会在下午茶这个时间呢，让大家吃东西，然后你在这个当中，我们会有敬拜、破冰，然后就一起听见证，然后有呼召决志，然后一起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典。所以邀请大家，不论是你自己还没有受洗的，或是刚才说到的非基督徒的朋友，都邀请你来到这个当中。我们这是在4月26号下午的2点到4点，然后在新堂，所以就是邀请大家把这个时间预备下来。那这个一样是那个刚才的茶会。那我们在3月2号下礼拜天的下午1点到2点，401教室有说明会，都是希望我们外展部门会更多的来去分享说，我们在这茶会大家，比如说我们是邀请者，那我们邀请者要怎么去帮助我邀请的朋友，他可以，比如说我们要怎么邀请啊，我们要怎么设定对象，这些我们都会一步一步的去说明。所以呢，都是欢迎各区或是组长们、会友们都来一起参加。好，那再来也是跟外展部门一样，相关的，就是嘉南暑期的短宣队。好，那征求对英语儿童营或是短宣队有热忱的同工，10到15名，然后可全程参加者。那我们的时间是全程参加者较佳。那如果你可能只有比如说部分天数的话，一样就是可以来洽询，就是结余指示。那时间就是7月21到7月27，一个礼拜。然后我们会去高雄小港区的汉民长老教会，就是要填报名单，就是到3月30或是额满为止。好，那再来是装备部门，60周年的全教会退休会，然后是在5月17、18号这周举行。然后我们要去古坑，那就是为了要鼓励会友们一起来欢庆60周年呢，就是教会有补助，有在嘉南教会有会籍的会友，然后有补助报名费500元。所以呢，就是可以鼓励大家，然后一同报名出席。那报名的话，就可以一样去那个49号1楼的公布栏，或是你从那个赖的官方账号，然后里面点报名，然后就可以有相关资讯，然后点进去，这样也可以完成报名。好，那中备部门呢，就是2025年的上半年的造就课程要开始喽。那 A1 就是基要真理 ，A2 是长大成熟，然后从下周3月8号起开始上课。那就是邀请鼓励青年牧区的大家，就是我们都会一起去报名一样去报名去参加，然后去认识基要，就是认识信仰跟真理，所以就是非常鼓励大家一起。那报名的话一样也是，无论是去1楼的公布栏或是赖的官方账号都可以。好，那
生日助学金今年的第一期，就是目前到3月23号截止。那报名要填的资料呢，在干事室的生日助学金收件盒，然后一样就是要去干事室去了解，然后去填写哦。好，那一样是装备部门，对，我们今年呢，就很多要一起装备，然后一起去培训的。那圣经漫谈呢，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更多认识圣经，然后从3月9号起，每一个礼拜天10点半到11点20，703教室会由陈世林传道来主讲，就欢迎家人们一起来参加。好，那纸本的新眼光，就是从这周起呢开始，可以跟小组长来去统计跟报名说自己需要，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请在3月9号前跟全家庭执事登记，啊，应该说跟小组长先登记，然后小组长会帮你填写，然后跟家庭执事登记。好，那最后一个呢，牧养部门，我们青年牧区呢，要在下礼拜3月8号，礼拜6的礼拜之后，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新堂，一起来整理环境。那就是请大家一同出勤，然后跟一起预备心，然后有一个 PS 就是有志工证照者可以累积志工时数，所以大家可以带来，或是跟可能跟秘书长老去登记这样。好，那最后就是牧师补充一件事情。好，那我们有看到在我们的讲台的左右方啊，有看到2个花篮。好，那这是在过去这个礼拜4当中呢，是我们生命教育协会的20周年哦。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办了一个20周年的感恩发表会。好，那也要在这边做个小小的分享。好，就是我们有一个影片的呈现。好，是透过这个简短的影片呈现，好，让我们的公部门，让我们的民意代表，好，大家对于这个生命教育协会在做什么事情，好，有更清楚的了解。好，那么就花3分钟。是这个吗？哦，对，好，我们来看这个影片。那个台上的灯可以稍微关小，声音好像没有出来。有听到一点点。
好，跟你旁边人说，你的生命可以影响生命，你的生命可以影响生命。好，我们一起来影响生命。好，那我们也希望透过生命教育协会好的各样的活动，好各样的努力，好能够让更多的生命能够被神所祝福哦。好，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边。好，那现在就是我们分组的时间。好，那我们就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彼此请安，彼此祝福。好，然后也到我们的各小组里去参加。好，大家平安，还有线上弟兄姐妹平安。